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業新分行 Fleming，咁我同大家介紹咧就係裕海嘅一個中高層嘅私室單位。呢間咧就係一個3房套連埋一個全特色嘅間隔，望翻出去景觀咧就係一個無敵嘅海景啦，同埋全灣市區一個公園景觀嚟嘅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可以望下單位先。單位咧，我哋而家身處咧就客廳位，咁客廳位呢度咧大概都有10尺空間嚟嘅。咁啊，而我哋望翻去廚房嘅位啦，咁樣有 U 字形嘅一個備餐區位置咧，咁我用到上嚟嘅空間咧都非常之大。廚房咧，咁啊對上一個用戶應該都唔係成日用啊，所以咧 keep 住呢度咧10零年嘅一個廚房啦，都保持得非常之乾淨企理。咁啊飯廳位啦，呢一度可以望翻。房廳呢個咧，咁因為樓底高啊，所以咧用咗吊咗落嚟個風扇燈咧，嗰個空間感都係非常之大。而且門口側邊咧，亦都可以靠住一個儲物室個位置咧，可以做翻一個小小嘅博鞋櫃啦，又或者喺呢個燈掣嘅下邊做咧，都非常適合。咁我可以做翻一個係兩邊嘅一個4至6人台啦，或者圓台都非常 OK。咁跟住咧，咁我可以睇埋一個儲物室呢度。好少有嚟講咧，因為儲物室係有冷氣，咁所以呢間咧亦都可以做功能房，甚至乎如果呢個牆身咧想打大呢一個呢個客飯廳位咧，亦都可以嘅。走廊入到嚟啦，第一個位咧就係個洗手間，咁呢個客廁部分啦，咁啊左右兩邊去擺啦，咁下邊咧仲有少少係儲物空間咧，非常之大嘅。之後啦，咁啊睇翻呢個細房啦，兩間細房咧就一樣大，樓底特別高嘅時候咧，咁亦都可以有個 idea 就會做翻一個地台嘅床啦。咁啊第二間房嚟講咧，咁做完地台之後咧，會見到之前有啲其他嘅單位咧用起上嚟咧都非常好，因為樓底高咧，做完個地台上去平咗個窗台咧，都仲係一個差唔多係正常單位嘅高度啫。單位啦，我哋而家係一個主人房嘅位置，望翻出去咧，一個接近180度無遮擋嘅海景，非常之靚嘅呢一度，同埋咧會見到個樓底特別高啦。咁啊，凹咗入去呢個位咧，就係一個衣帽間嘅一個空間。之後咧，咁啊可以睇翻個主人套嘅一個浴室啦。咁啊對上一個用戶咧，用得非常之企理